再来看厄瓜多发生有歹徒提前冲入去电视台的摄影棚，玻璃的画面透过电视播送出去哦。目前更唔知影讲敢有人受伤，也毋过警方是表示讲无人死亡，有13个嫌犯互抓起来。这案甲乌德老大马西亚斯德加失踪的案件敢有关系？目前嘛可以了解。 TC 电视台节目当日直播，收看的民众突然看到歹徒提枪棍仔甲玻璃物弄入摄影棚，佮大声喊因有炸弹，一名工作人员方便面拍伫涂骹。枪声甲叽叽叫的声音，为棚内某一个所在传来，佮会当听到一名女性困求唔通开枪，一名人质表示，迄当时家己互歹徒用枪拄伫头壳无偌久，摄影棚关电话以外，当听到惊乱声音。 de noticias. Luego vi una compañera con su rostro de terror diciendo, nos vienen a matar. Ya entraron al canal. Paralelo a eso, escucho unos disparos. 警方是要赶到现场，将歹徒全部逮捕，只是犯罪过程直播出去，实在让人感觉惊吓。 Intervenimos en primera instancia, hicimos un perímetro externo, se extrajo a todos aquellos funcionarios del canal de televisión y luego ingresaron nuestras unidades tácticas. Y el parte va a ser relacionado por actos de terrorismo. No vamos a permitir eso. 厄瓜多初期才发生犯罪集团首脑外号惠托的马西亚斯为家中失踪，电视台方协别事件，敢是甲伊的失踪案件有关系也太厘清。总统诺波亚采贝宣布全国政治危机60天的紧急状态，就抓打击这个犯罪集团。加登港到防反击，几个所在发生爆炸案，也各有警察方绑架。诺波亚采购表示，国内目前有内部武装冲突的问题，当动员部队展开军事行动应用。厄瓜多是世界上大 金蕉出口国，也出口石油、咖啡、可可、加鱼虾产品。也毋过治安真歹，国内外拢有贩毒集团为着将大通往美国甲欧洲的骨科前路线控制权，一直有暴力事件。公司新闻吴伟玲报道。